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意。我愿为一生。离开你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千里，小婆找着啊！真是的啊！啊，直直紧讲啊！我是讲，小婆，我找着藏的所在啊！啊，藏的对，紧讲啦！哎呦，你臭豆腐遐啊！迄臭豆腐要用计伫害死三王子，叫但是要先讲啊，所以即摆三王子哦开始怀疑李永柱，李永柱真生气啊，甲伊臭豆腐骂甲比臭都更臭。啊，结果咧，伊个臭豆腐为着要李永柱心里，甲小婆客出来，李永柱真生气，甲小婆毁掉去。毁掉去！啊，袂啦，我要讲煞的，所以哦，因为要用三王子付出真大的代价，要用一部小婆引诱三王子，讲煞。讲规部因共款要陷害三王子就对啊啦吼！你还搁讲？陈立顺风，赶紧去甲小婆找回来，甲传李公主的真面目，向天下灾民一个正义公道。是。哎呦，拜托嘞，遐悬条嘞，你哪捌看清楚啦？拜托一个，你是千里眼的，有通啊你免小报告一下。我是前一眼无唔对啊，看远我头，啊看近的你不要家己看。哦，真正啰是。嗦时间不早行。行啦行啦。你是你家己操心是尿啦，斗三工啊，进来啦。实在的。真串的，啊，今摆到底是有人无？拢无人，啊，拢无人，咱卖吵这。娘娘讲过，无你好血，缘着好处。咱今摆任务非常重要，要你另外一个所在找到阮小婆，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哎呀，毋过吼，点你，我是千里眼，我看你的所在，别人绝对看袂到。因别拢听你的，一摆一定要听我的，知无？开始做。你创啥话啦？我这小婆啊，你若是苗创，你敢把小婆更加简单找到所在？也毋过你点你啦？平常时我听你的，这摆是性命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知无？莫讲爽笑。顺风的，你在创啥？我这小婆啊，我甲你讲过几摆啊？
小婆，我看讲这种所在。孙老妹，这摆是危险问题，有生命危险。你若发生什么代志，咱以后袂来做兄弟。哎呀，唔过，孙老妹，你若有生命危险，我要对你有交代。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袂骗你。我前日间，我看到的所在，别人绝对看袂到。这摆一定要听我的。生命问题，你莫甲讲错钱，我拜托你。我听你的，我拢听你的。我这边嘛无，这卑鄙的臭骗术，该小婆藏在这里无看到的所在，到底变哪水？别用急，我一定要用功力，用天干神通把小婆找出来。天干神通，天干神通，天干神通。万象连波，万象连波，万象连波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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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。别吵了，吹小波。小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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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波。千里，创啥？千里，拄拄吼，你去有一本册拍着，啊顶头有两字吼，麻烦你念出来，我听一下。小婆，较大声的。小婆。你倒吹。你遮啦，无可能，我是千里眼。你千里一个个，千里眼，你啊拖汤。田丽顺风，公主，公主，小婆吹你啊！李公主这摆欢乐啊！是啊，这个臭豆腐妙通，后摆就无人会当甲安看。娘，啊，这几摆会使洗手我啊？这小婆是假，迄是当店的小婆。苗通挑工互恁摕倒来。冇可能！看嘛，那下摆摆摆，地母无天鹅白费心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咱去用装小的啦，咱费遐尼济心机哦，拢是白做工啊啦。臭苗通啊，真正是。那可以啊，比。哪有可能啊？这两碗九转解毒汤，恁两个先啉落去。多谢多谢。哦，孙老妹，你药啉落吼，我目睭较袂疼呢。哇，耳感嘛好真济呢。哪有遐尼简单就好？这敢若是暂时有效，真正的毒性还袂发作。不过奇怪，这药就烧的，啉落哪尼冰冰凉凉？这就是太阴鬼火可怕的所在。太阴鬼火是处将近100种禽兽的尸毒所造成。这毒火打侵入恁的五脏六腑、血脉经络的时阵，恁无感觉什么。然过，伊已经互你变甲体内受热，所以你拄则啉我煮的药啊，才会感觉冰冰凉凉。小等的毒火若是发作的时阵，恁的五脏就敢若要烧起来同款，烧到甚至恁的血都会变滚。我嘛要对你去。伟英啊，这边出兵攻打的是乌梁山上占卜的匪徒。我的武功嘛真高强，我会保护你啊。我知影你的武功真高强，
也毋过即摆要面对的是数千名匪徒，就算讲你功夫搁较好，但伫作战的时阵发生什么意外要安怎？启禀参谋主，新义啊兵马已经伫东门城外等候列兵。好，我知影。你先去，我睡觉。是。我不管，我嘛要对你去。文的，我知你关心我，烦恼我的安危。也毋过作战出征，迄是查甫人的代志。我带你去，一来是惊下骹手的兄弟有非议，二来伫作战的时阵，我若烦恼你的安危，我一定无法度专心全意指挥大军。你放心，即摆甲我出征的兄弟，每一个拢真有经验，而且我早就甲作战计划安排啊真详细，绝对无问题。你若真正放袂落心，那就请你去妈祖庙，替我，还佫有所有将士祈福，请妈祖娘娘保庇。李洪柱，李洪柱，李洪柱，嗨啊！什么代志？三洪柱调一心机营的兵马，要攻打乌龙山的兄弟。有这种代志？那也无人事先甲我讲。我嘛是拄仔才知影。兄，三弟，你调一新机营的兵马，要出兵攻打乌龙山的匪徒。正是，乌龙山的盗匪原本只是几个秘伫山内抢劫的山贼，也毋过加今年短短几个月来，伊的人数竟然增加到数千人。若是无较早出兵甲因消灭，以后一定会造成动乱。三弟，要出兵攻马这件代志是大代志呢，你若无事先甲我参详，互我会当出手份力啦。二兄，为着把要出兵的计划泄露出去，所以除了我甲铁公山以外，就连新兵营的兄弟，伊嘛毋知影要攻打的是乌龙山，因拢敢知影是要出兵掠菜。为着要出兵计划成功，所以才无互你知影，请二兄原谅。三弟，你千万毋通安尼讲。以你的智慧甲你的才智，会当想出这么周密的计划，绝对我都将乌龙山遐的人杀到片甲不留啊！多谢二兄的称赞。为着要防止盗匪走入城内伤害百姓，请二兄留伫城内指挥，以防万一。好。为着让兵情言顺，指挥新机营的兄弟，我想要请二兄甲上方保剑评我。这是当然，绝对无问题。三弟，那呢，我就等候你开船倒转来，到迄个时阵，大家来好好饮一杯啊！多谢二兄，二兄，若无我先告退。讲什么代志，事先要互我知影。今日有人偷听，涉入军机。根本就是咧哄我嘛！是我三皇子除了乌龙山的兄弟，那呢以后，通常一定搁重用三皇子。哼！要抬我乌龙山的兵马，去找皇上讨公了，可真正是可恶！对啊，乌龙山所有的兵马都是李皇子利用偌济心力。甲财力所培养出来，要斩我的骹手，我就先斩你的头。时间紧急，随用尊者的命，开甲团使通知乌龙山的兵马，准备埋伏。另外，准备500个马弓箭手，用正过刀的毒刺，万箭齐发，全部射对三皇子。那三皇子一定稳死。凯旋归来，
我才看你要哪凯旋归来。三分主伊细领神机也出兵，希望你会用保庇伊平安成功倒转来。妈祖娘娘，我知影，我敢若剩一寡话死。也毋过我无后悔更加毋惊兄，我敢若烦恼讲，我若是死了后，都无人用踮第三王主的身躯弥补好。所以妈祖娘娘，我拜托你。 你一定要保庇三公主，伊平安无代志，一切都是无灾无难。多谢你。你甲我放你手，甲我放你这个青梅。啊！你讲我青梅？哦，你甲我讲青，我想推人讲我青梅哦。本来就青梅嘛，你绝对别当做，你绝对别当做，你甲我讲清楚，你啥梅我啊？你啥梅我啊？你这个青梅，你甲我放哦。喂，我来走，我来插你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啊！你甲我讲清楚。我来走啊！讲你青梅，你真正就是青梅啦！你臭二人啊！青梅，我来讲哦，莫再讲我青梅哦，我想推人讲我青梅哦，你个臭人！上好，咱哪是咧玩啥啦？啊？哦，我来讲。我伫遮哦。哦。我跟。我前天间哦，迄个烟面都毁掉呀！我们来以前哦，前天伊我拢看会到，今麦连一滴滴我拢看无了，要安怎？啊，我无要紧，我来讲哦，我无算严重啊，有一个人哦，今麦已经是以前的耳听八方的顺风耳啊！你今麦甲讲啥？伊拢听拢无。古代熟。 小龙女啊，你有看无？伊有过分无？伊骂我古代熟，我做一个代志，我遮尔了伊讲我古代熟，你看啦。对啊，我讲听拢无，伊讲古代熟啊，你莫甲讲话，为着哦，伊等下踮遮乌白乱翻话。食翻白，小龙女啊，你看伊讲我食翻白，我才讲袂出声。我讲我无食翻白，我真正无食翻白，无你骗我嘛。对，好啦，你莫听伊讲，我这么讲重点嘛。阮两个变甲安尼哦，是因为阮中着太阴鬼火。太阴鬼火，食菜头粿，愈来愈过分啊！我就讲我无食饭，伊佫讲我食菜头粿，我就无食，无你真正骗我嘛？哈你吼！师傅是东东的健康灵王，伊是天顶的神仙呢，伊要哪能去做出妖魔界这使用的太阴鬼火？会当互我庙通过得快乐的，就是今仔日甲恁妈祖渡掉。咱两个人的恩恩怨怨，今仔日一定要做一个了解。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要甲你渡掉，真简单。我无变。阮中着太阴鬼火，太阴鬼火，食菜头粿，愈来愈过分啊！我就讲我无食饭，伊佫讲我食菜头粿，我就无食，无你真正骗我嘛？
哈你吼！师傅是东东的健康人哦，伊是天顶的神仙呢，伊要让人去做出妖魔界这使用的太阴鬼火。哈！哎呀，你两个卖个冤啊啦！陈丽，我问你，你先来中着太阴鬼火？啊，就迄个臭豆腐苗中啊，加一个介绍无完，叫我内面放太阳龟，我哪唔知受伤。那呢？你要赶紧叫娘娘替你医治啊！就是娘娘教我两个医治，我两唔知无死半条命。哦，即摆一个青面啊，一个臭鱼人啦，拢听拢无。哦，若无法力，即摆吼，阁袂当用功夫，惊我体内毒火压起来，死到无人会当救我啦。还佫有娘娘伊。娘娘安怎？为着要救阮两个，甲所有的毒火吸入去身躯内面，结果咧，伊即摆伊家己嘛受着火焚烧的痛苦，可怜哦！哦，恁两个讲我歹话对无？我拢有听的哦，莫乱讲哦。臭鱼人搞我话啊！切！小龙女，你用入来。娘娘，你受苦啊！你免替我烦恼，我无要紧。你无代志。娘娘，小龙女，你免替我艰苦。虽然我的身躯叫烈火焚烧，也毋过我的心神同款清凉自在。若要修菩萨道，毋管咱的肉身接受到什么款的考验，爱记，咱内在的心神一定要宁静自在，不为所动。行菩萨道，都要定定接受考验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危险，咱一定要学佛道、大无畏、大勇猛的精进精神。我知啊，娘娘。那来，你紧回去。是。妈祖娘娘，我无亲像你这样有慈悲，我真正无法度看到你受到这款的折磨。一换生一切换，一切换生一换。净河灵宫庄万宝，唯有灵王春秋德，灵王令开。果然将文山留落来小婆，也毋过是咱太阴鬼火解药无藏伫遮，袂用哩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解药，也若无妈祖娘娘会搁一直吃苦。你是咧创啥？师傅，地主咧拼啥？你敢知无为主的命令是袂当入来遮？地主知错。小龙女。
小亮路，为师要会记的，较早为师若教你功夫，你拢无悔无要练。颠倒这个传情术，你练了真好。小婆摕来。师傅，我拜托你啦，我去听报迄个营养学堂日风做的证明无？万一幸福不过惨死黄文生、田埔老妈，还有田阿干受苦训的老百姓一个公道好无？摕来。摕来。黄文山。田宝的阿嬷，天下财民，甲为师有啥物关系？为师若无这个孝婆，就无法度控制李公主，就无法度完成风度霸业，你知无？师傅，你真毋是安尼呢？过去你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人，每一天你若拄着无公平的代志，你连考虑都无考虑，一定会跳出来主持公道啊！结果咧？我是为师受尽委屈的，玉皇上帝伫嫌为师啰嗦，甲为师挂了个小小良公，做一个小小良王。师傅，小良女一直踮伫你的身躯边，你所受的委屈我拢知影，也毋过。对即阵开始，为师毋免阁受尽任何委屈啦。任何人若是敢甲为师作对，死路一条。师傅，你的想法哪尼啊偏激？敢知影？你已经渐渐行入魔道安尼，你免人用遐尼啊良道太阴规划去对付妈祖因啊！你讲妈祖拄着太阴规划，妈祖已经失去法力了。袂当互师傅知影，妈祖嘛中太阴鬼火之毒，啊若无，师傅一定会趁机会，甲害失去法力的妈祖娘娘。小杨女，妈祖是毋是中着太阴鬼火？你上话老实讲。无啊，刚才千里甲顺风尔，妈祖伊并无中毒啊。敢真实的？当然真实的。好，为师就相信你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照实讲。三皇子中着为师的魔雷魔神剑，是安怎会无死？你是安怎？对了，这件代志，你若无讲老实话，那你拄则你所讲的，为师就不相信。我用我的命将三皇子救回来。你用你的命换伊的命？我拜托妈祖释怀，将阮两人的寿命给我对掉。糊涂！你有影是太糊涂了。师傅，我知影我真糊涂，我嘛知影你玉皇上惜我，但毋过，我的性命敢若剩一个月，我希望伫我死之前，能完成我的愿望。师傅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将小婆还有太阴鬼火的解药交我，好无？师傅，小龙女，你心肝内感觉到为师，为师辛辛苦苦把你请养大，结果你竟然用你的命换别人的命，你安尼做，为师太失望了。师傅，是的啦，我知影是我对不起你。莫要叫师傅。
甲我听详细。对即阵开始，咱师徒之情恩断义绝。你甲我听真正，日后若是甲我做对，我绝对要治你的命。你害我失去我上疼爱的小龙女，我情何灵王，我多了谢你。烈火焚身真艰苦，我魂在我心，我心自清。还有搁咧辩解。虽然你法力高深，也毋过你中着太阴鬼火烈火焚身，法力自然相信。所以今仔你一关绝对无再掉过。是啥物人甲你讲我失去法力？千里甲顺风中着太阴鬼火，有才调活到即阵，一定是你吸出因两个人身上的毒。所以你绝对有中着太阴鬼火，法力已经消失了。鸟通，自我见亲则苦，当替代悲则乐。一个人心肝内若常常有我，会活较真痛苦；一个人的心肝内若无我，处处替别人设想，都会活较真快乐。哼，会当互我苗通过得快乐的，就是今仔日甲恁妈做除掉。咱两个人的恩恩怨怨，今仔日一定要做一个了结。你从来都毋是我的对手。你已经无法力啊！我要甲你除掉，真简单。无法无边。东岸树高旁，小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定。咱两个人的恩恩怨怨，今仔日一定要做一个了结。你从来都毋是我的对手。你已经无法力啊！我要甲你除掉，真简单。无法无边。竟然还佫有法力！好，这条是我早晚的锤子。
好咧，家姐，苗东想袂到你会嫁做娘娘。小丽，谈到你娘娘迄帮的，护法无变，佫学了真成哦。迄嘛是我临时甲娘娘学的啊。杨过拄则迄招已经用尽阮全部的功力，假使伊若个留落来，甲我加拍两个啊，那你到时阵一定别空的啊。小龙女，辛苦。娘娘。娘娘。刚才小龙女想这个价值骗过苗头，要若无，咱这款就歹讲。要毋过苗头也真紧就知影讲我失去法力，所以咱赶紧想办法破太阴鬼火之毒。是。孙子兵法魔功篇，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处之；专虏为上，破虏处之。是故必击必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害啊啦！害啊啦！啊，真定嘞！三王子的神龙来报，三王子带领神剑侠攻打五龙山，得到传信，凯旋归来啊！那你三王子嘛无事，兵啊倒转来是？无对，你哪会安尼呢？明早就回甲传书，爱五龙山的兄弟准备弓箭手，万箭齐发，将三王子射死。是啊，你和五龙山兄弟因的命令顶头都是安尼写的，而且伊张批，我嘛用批甲传过去啊。啊，明哪会失手呢？若是失手，咱五龙山几千名的兄弟，全部去互三王子消灭掉啊！消灭了好，这种无才调办代志，饭汤卡笑，死死较无需要浪费我流死啦。恭喜三弟消灭匪徒，替百事除害，替朝廷立大功啊！这全靠神剑侠各位将士全力奋战，还有皇上的恩德庇佑，还有妈祖娘娘的保庇啊！对。三皇子啊，五龙山的匪徒一个比一个良毒，一个比一个奸诈。你这边去，敢有拄到什么危险？当然有咯，也毋过我自身有防备，若无我哪有可能即马徛在遮甲恁讲话？我早就死伫五龙山了。你拄到匪徒的埋伏？无毋对，也毋过我将计就计，将500名弓箭手包围，全部消灭。三弟，你果然是厉害啊！对了，这其中的细节，你敢毋当讲较清楚咧？为着要攻其不备，我必须要事先提防有人甲因通风报信，所以我就伫五龙山每一个路口设下关卡，禁止所有可疑的人出入。而且我阁派人伫附近较悬的所在随时注意，提防有人用飞架传输去甲伊通知。结果真正掠到一只飞架，飞架卡顶还阁一张幕后主书社所下的命令。因爱500名弓箭手伫山骹埋伏，所以三弟，你着将计就计，将飞甲放走，然后带兵颠倒去包围500名埋伏伫山骹的弓箭手。你啊，你真巧。无啦，我这事后诸葛，哪才像你，了得先机，决胜千里。你啊，是你学路啦。也毋过即届。我真正了解到这个幕后主使者非常的心怀手辣，为着要甲我除掉，伊竟然要500名弓箭手用毒箭、万箭齐发，全部拢射向我。哈？酷！这是太酷了！我咧哟，这个幕后主使者应该是咱附近其中一个人，无伊哪有可能这么紧就把消息传到匪徒？一定要赶紧甲掠起来！是啊，那掠起来以后，李洪祖，你感觉应该甲伊千刀万剐较好，还是五马分尸较好啊？你啊，我先倒来休困，较晚再甲你啉几杯，好好庆祝一下。
你赶紧去。嗯。李公主，三皇子去五梁山的代志，除了铁公山，嘛只有你甲我，还佫有文贤知影。你想，伊敢会怀疑咱？无怀疑嘛真难。我原本抓准三皇子只会晓吟诗作对，谈恋爱，想袂到伊还佫会晓带兵相战，这尔厉害。若无是赶紧甲拄掉，咱早晚有代志。这天大典连面就要到啊，也无三皇子并无通知我爱开始准备。搁再讲，这小龙女等伫三皇子的身躯边，嘛袂替我讲好话。三皇子对妈祖佮如此的敬重。恐惊到时阵泰山祭天大典陪三皇子去的是妈祖，并不是我庙通啊。无亮。是。妈祖庙迄阵人，注意因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向我回报。是。妈祖，若是让我知影你真正失去法力，我马上将你除掉。讲到这热血焚身哦，实在足痛苦的。受些动作实在，不应该让公主甲我身躯顶的毒火吸走。公主，来，这药你啉未？你特别艰苦啊，吼！公主。是的啦，是我甲孙行我能力无够，才会害你受遐尼大折磨。是的啦。恁根本就免回事的，你爱想，我安尼甲佛陀修道的过程比起来，根本就无算什么。王主，仙女，食饭啊？不用可能。是啊，起来食饭啦。多谢恁，我即马阁食袂落。仙女，你先去食。对啊，哦，互你的臭苗头害到拢无啥物胃口。你身体感觉袂好，都会感觉袂退啊。你看嘛知。想要买一寡较有营养的食材煮互伊食，安尼伊的身体会较健好，嘛较有元气啊。好啊，我就是要食你煮的红烧豆腐。哦，我煮互你吃。阿娘，我知影，就是迄个歹庙通害的。庙通伫迄个小房顶头放了毒火，就歹从遐个麻酒，啊，搁伤着遐钱啊。阿娘，若是我甲三皇子讲，迄个小包伫庙通遐，那呢，三叔摕着小包，就使替阿爹、阿公、阿妈讨回公道，搁会使甲迄个歹人娘子抓起来。
亲像是苗头的脚手人，哪能我一个人根本就无得叫伊转来？哪能是要安怎？对，我来找林公主，请你还去顺风斗相共。对对。慧儿，慧儿，虽然天宝唔知影。不过我真清楚，林公主即摆当受这个会浑身之苦，像你跟顺风即摆嘛暂时无武功。可是即摆我若带因陪我斗阵研究，安尼用苗通趁这个机会去害因，那你要安怎才好？我即摆到底要安怎才好？只要上水来，你敢唔敢把小无交出来？而且我嘛要告到梁主这个大歹人，我爱上主把这个臭豆腐抓起来。我甲你讲，若是三皇子来找莫苗通讨小波，莫苗通讲无，然后三皇子安怎敲都敲袂着，这害三皇子无面子无要紧，连倒害着林公主，犯着侮辱善良百姓的罪名。你叫被骗呢？你老实甲我讲，林公主是毋是中着太阴鬼火，受着烈火焚身之苦？你有袂讲？就你的太阴鬼火，是找你到遐告诉大兄，因为即马，人是鱼啊，还有目睭有啥好？林公主，伊啥物代志拢无啦。你无讲白菜。我为什么讲这个骗你？阮阿爹跟阮阿娘，敢会使讲白菜？啥时阵都会放我走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甲我乖伫遮，阮阿娘会带林公主做来救我的。到时阵，该我哔哔哔啊！放伊走。莫苗通哪有可能放你走？时阵你伫梁厝内，梁主伫我体内，就算讲妈祖庙林怀德想要对付我苗通，伊绝对不敢。恁囝伫遐真安全。哪里在倒位？阿
放心，恁囝伫咧遮真安全，除非妈祖庙灵怀着来找我庙东的麻烦，那安尼我哪会伤害着恁囝？你的意思是要甲我后生当作是恁亲？唔是恁亲，是平安符。你若需要恁亲，你掠我就好啊！你甲我后生放开好不好？我互你当恁亲啊！这人世间的囡仔是上界古水甲可爱，我哪互人上界珍惜甲疼？你放心，我庙通绝对会好好保护你的囡仔。那你放伊出来啊！我求你，我甲你跪啊！我拜托你，你放伊出来！走！我求你啦！拜托你啦！你放伊出来！你放我后生出来！我拜托你，你放我后生！我求你，你放伊出来！天宝，天宝，天宝。我应该要安怎？我应该要安怎？林公主，您即马身体都有伤着，您根本都不是庙通的对象。啊，不过，都算林公主因身体好啊，应该有办法把天宝救出来，可莫让庙通去伤害着天宝咧。要怎才好？小丽，小红。杨姑娘啊，你甲天宝是走对，阮两个拢找恁呢。是啊，天宝咧，安尼无甲你转来，敢有发生啥物代志？天宝，不用，我若讲出天宝去用庙通掠走，因一定会不顾一切去救天宝，但你会害着因，还害着天宝。杨姑娘，我咧问你啊，天宝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哪会发生啥物代志？我送伊去亲戚遐大两工。安怎是对？哦，是讲你甲送亲戚遐，哪无甲阮讲啊？我知影最近你受到烈火焚身之苦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妈的囡仔，你甲因交叉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哦，阮烦恼到要死呢。唉，阮本来就是天宝出大代志啊。无啦。是讲哦，虽然天宝安尼平时甲咱吵懵吵，伊无伫，佫淡薄伤威呢。对啊。好啦，你先去困啦。无代志啦，我先去困啦。好。妈祖娘娘，厝边的妈祖娘娘，我求你保庇林公主千里顺风，伊的身体都会当赶紧好起来，莫阁受烈火焚身之苦啊！妈祖娘娘，我的后生死啊！我的大家嘛离开我，在这个世间。我都敢若出天宝这一个亲人啊！妈祖娘娘，我求你甲天宝斗相共，帮助伊度过这个结束。妈祖娘娘，天宝，天宝。
紧困。你就乖乖啊困，我若无叫你起来，你就永远莫起来。妈祖啊，你种妇人之仁的个性，天宝若伫我的体内，你就永远远唔敢对付我。李洪柱，李洪柱，你去支持啊！李洪柱，小代志。李洪柱，代志无好啊！来，逐摆出现，就拢无好消息。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只是李洪柱你听了可能袂欢喜。到底是安怎？皇上知影三皇子消灭匪盗，非常欢喜，随着下旨收足侪物件给三皇子。三地气势是愈来愈旺啊！照这个办势，你唔爱小心三皇子，你嘛爱小心苗通，伊会甲小婆摕去投靠三皇子，替三皇子家己扳倒，嘛会当得到三皇子对伊的信任。哎呀，我无应该甲小婆放伫苗通遐，我真正失策啊！今日，请甲黄文山的小婆交互我。小婆放伫我遐，我会用去派兵，好好保护。你唔去甲小婆靠啊？你摕本小婆啊，是要威胁我、控制我，也是想要摕去三皇子遐讨功劳，搞我倒，得到三皇子的信任。三皇子心肝太软，甲我苗通袂合。啊啦，二皇子你就无共款啊，你就好亲像是一只豺狼。我苗通若无甲你顾较牢咧，恐惊日后会叫你吃掉。一日，你敢有需要安尼封闭我？我是真心诚意想要甲你合作，共创大业，共享富贵。真好。一日，小婆也是交互我，互我会当心无挂碍，专心对付三皇子。妈祖启示录，大多数的心拢是迷信的，迷信家己的人，总是掠准普天的唯我独尊。只有家己的能力上强，咱应该相信家己，但是袂用的习惯。一日，你敢有需要安尼封闭我？我是真心诚意想要甲你合作，共创大业，共享富贵。真好。一日，小婆也是交互我，互我会当心无挂碍，专心对付三皇子。好，也毋过你着要说服三皇子，互我苗通甲伊去泰山祭天。好，你互我3天的时间。好。过时。等我到泰山祭天，吸出日月精华了后，谁若想要做皇帝，就去看我情何灵王的意思。太阴鬼火虽然真烈，也毋过是阴邪之气，必须要以顺用攻破。今仔日的节气，是一年当中的大凶。正午时刻，日头上美，阳气上重。小娘娘，你赶紧去天朝，向太白星君借驱邪东行，助我破太阴鬼火。是。
做妞妞，是的啦。拄好伫咧路里拄着天兵天将，要抓我转去治罪，所以我毋才会耽误着。事情已经到，赶紧甲科目要件准备好。是。大树之公经过驱邪东行，变做孙杨之公。伊的光甲热，嘛会引燃太阴鬼火。孙杨之光甲太阴鬼火，伫咱的体内对冲交战，一定会真辛苦。您一定爱忍耐。假使心情还是无坚定，立刻就互烈火烧成灰烬，邪不胜正。孙杨之光一定会驱走太阴之气。来啊！哎，等，给的，哎，动了嘛对。我饭菜煮好，通食饭啊。哦，多谢。啊，咱今日要食啥？我简单煮两项菜，还有一个汤，还有红烧豆腐啊。哦，那想到红烧豆腐哦，我都想天宝呢。哦，天宝上爱食。对啊，天宝定安尼讲，阮阿娘煮的红烧豆腐是全天下上好食的红烧豆腐。我听陈你讲啊，讲天宝会去因亲戚遐，唔知讲天宝什么时阵会转来哦。哟，你安怎啦？玉凤，是毋是天宝发生什么代志？对啊，玉凤姑娘，你有啥代志你讲出来，大家人该斗相共啦吼。天宝叫苗通掠走啊！公主，我来救伊吼！千万痛！伊掠天宝做人情，假使你找伊算啥？我惊伊伤害天宝。啊，你是安怎是？李兄，你来了多好。这天仪式有真多，我完全拢唔捌，我想要请教你。三弟，有真侪代志交下骹手人去做就好啊。也不过要甲你讲的是，这天的时阵，这事上重要，因为爱对仪式非常的了解。我咧想，这个人选已经选好了才对吼。你敢袂当甲我讲是倒一位高僧道人？老实讲，我原本是要请苗通一人担任这事，也不过后来我发现，伊毋是啥物正派的人，而且伊法术偏邪，若是要担任这事，恐惊无啥妥当。三弟，你若安尼讲呢？自从我来这了，我听这个苗通真人的事迹，伊除了乐善好施，帮助救济遐赛车人以外，还阁替因消灾解厄。我认为伊是上适当的人选啊。李兄，你有所不知啊！苗通真人这个人讲的是一套，做的又阁是另外一套。安怎讲呢？伊有做啥物歹代志是？我认为伊甲报案贪污案件有关系。三弟，我认为你做代志哦，伤过谨慎啊。这苗通真人甲贪渎案有关，这嘛只是推测尔。就算讲有，又阁是安怎呢？咱今日是要借重伊的法律，毋是要借重伊的品行。就算讲操守有啥物问题，这嘛无影响啊，对无？袂用的啦，这天是朝廷的大事，目的是要祈求上天庇佑百姓，会当避免在下，
会当互百姓安家立业。所以参与的人必须要品德清白、心怀仁义，若无是对上天甲朝廷的不敬。杨国三弟，假使这位祭司能力不足、仪式优渥，是毋是对上天更较不敬，会切破天下间的百姓，对朝廷形象有影响？安尼是毋是代志会更较严重呢？所以我是认为苗通真人是上适当的人选啦。这样代志，我会好好考虑。搁看怎讲，这一天是朝廷大事，是袂当讲算笑。三弟，即马离这天的时间是愈来愈近啊，你爱赶紧决定人选。我知。保庇我的后生田宝，会当平安倒转来。请你保庇。真的，你做代志虽然偏离正道，也毋过你还阁有多发的机会。我希望你诚心向善，后摆你一定修成正果。真歹势，我苗通无兴趣做先生。思考如今，为着救人，我只好。想要教我苗通达成，好，咱之间的恩怨，今仔日做一遍解决。所姓林的因来啊，你想因敢是要来找小婆？等者，恁来救援讲是要闹的是？恁若是要来闹的，我绝对你无客气哦。
林公主今仔日大驾光临，有何贵事？我是要来讲一个故事。讲一个故事，请讲。有一个少年人住伫个大河边，伊自细汉就真够受水。有一天，伊看到一个囡仔抱落去水底，伊就无顾一切，甲伊救起来。见义勇为，真好。这个少年人发现讲救人竟然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代志，所以逐工就去大河边巡视。只要有人发生危险，伊一定会去救。5年来，伊竟然救99条的人命。也毋过伫伊救人的时阵，伊家己嘛发生真侪危险，所以厝内面的人真烦恼。少年人为着要让厝内面的人安心，伊就手动抓。伫伊救满100个人的时阵，伊就无要搁再冒险救人。有一天，伊的家乡做大水，大水冲走一对母仔囝。伫这个少年人要跳落水救第100个人的时阵，伊会惊讲：“请你先救阮阿娘。”伊阿娘讲：“你一定要先救我的囝。”妙通，换准是你，你会先救什么人？若是救人需要做这么困难的选择，我妙通什么人拢唔救。但是迄个少年人甲你无同款，伊选择2个人拢救。伫伊甲这对母仔囝安全救起来了后，伊竟然去互大水冲走。经过几落工，才有人发现伊的尸体。死好，违背誓言。我相信那少年人绝对袂后悔，因为伊知影，迄个囡仔无法度离开阿娘，因阿娘嘛无法度目睭金金看迄个囡仔死。迄个少年人才会选择家己牺牲。林公主。你对我妙通讲这个故事，是咧暗示什么？哎，你甲天宝交出来，莫拆散母仔囝。无可能。真的，你做代志虽然偏离正道，也毋过你还阁有度化的机会。我希望你诚心向善，后摆你一定会修成正果。真歹势，我妙通无兴趣做神仙。思考如今，为着救人，我只好想要教我妙通读书。好，咱之间的恩怨，今仔日做一遍解决。随生随死，上天自有定。好呀，是，甲这2个顾我掉。是。我甲你讲哦，恁2个唔免伤过摇摆。本师傅若解决迄个死灵的吼，伊若倒转来，换着解决恁2个啦。啊恁啊说来说去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咧讲话你有咧听无？莫甲我懵啦！哎呦！
听讲九贤宫内藏真侪宝物，而且每一件拢是神兵利器。是安怎庙通真人你空手啦？神兵利器是属于天地运用而成的物件，也就是讲，天地运用而成的，拢会当变做神兵利器。比如讲，这粒石头。 尘土累积千年，才会化作石头，却伫一转眼的时间变做尘土。修行的人嘛是同款，就爱善事，唔通因为一念之差毁掉千年的修行。你还搁咧讲什么道理？ 手机会当互人起厝，互人掠风骗雨，用得百年，万用变做一堆废柴，烧掉了后，伊就烟消云散。你的口才真好，应该去教课，上届无袂有性命危险。人若无是生死，就无有无去。 妈祖启示录，爱用主感看待众生，将无形化作有形，将理论化作行动，爱时时刻刻提出咱无去求义，谁会去求义这款大慈大悲、做作的精神，安尼生，风尘也是净土。 听有无？无，我啥拢听无。嘿，啊，你看有无？我看目睭要吐泪啊，你嘛看无？奇怪，诶，小弟一下，你拢看无，我嘛拢听无。哦，所以讲头前这个所在一定是庙通这个臭道士用法术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用法术暗号这个所在。 啊，真正是巧一时，戆一世啦。既然有问题，紧来去看卖。行。哦，有问题哦。再看卖。有问题。垃圾你关掉。一定有问题。卖闹啦。 万物皆有尽源，安怎来就安怎去。人若心存恶念，
就准讲有新兵离去，也难定好来正气。唔对，妈祖好餐休息咧拖时间，系啊，用着伊的调虎离山计。起床啊！起床啊！开口！哇，那个困下起来起床！我人同我讲倒去涂骹。对啊，你困在涂骹会感冒呢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！这种卑鄙的小人！恁竟然敢甲暗算，甲我拍跑虎去！哦，你唔通安尼黑白讲啦！我是看你倒在涂骹吼，安尼死死混混去，惊你会出代志。阮两兄弟啊真有义气，唔知甲你救呢。你安尼讲，阮安尼敢对？你莫多咧黑白讲啦！明明就是。对啦，我知影，我两个明明就是好心互雷金嘛。无要紧啦，我知影，甲你跋倒吼，迄足见笑的代志，我唔袂敢讲吼。别唔通受气啦！你看吼，你倒咧涂骹的代志，若是叫恁师傅知影吼，伊会感觉是真受气。会吼，对无吼？所以讲吼，唔通搁讲吼。哦，等来。好，这条下，我甲你会记吼。苗通，紧甲天宝交出来。无可能。这么强的力量，我根本袂好还手。你到底人要搞啊，无爱搞？公主真正生气啊！系啊，若是叫妈祖定身攻击砍掉咧，那呢，我就真正去陪阎罗王啉茶啊！大姐。这阵，恁应该知影我是谁。泾河龙王。莫怪，拄则你会对我讲故事。你是安怎无要讲较详细？讲一个少年人行为感动天，然后一个少年人互伊立地仙班。修行8年了后，让伊做泾河龙王。我根本就无认出来。我讲迄个故事，是希望你会当学迄个少年人，互天宝母仔囝会当传你。奇怪，咱阿无都看做伊新闻啊，一定是人有问题啦。无对，我用模拟龙珠护身。所以恁无才调认出我就是泾河龙王。臭龙珠，看我甲伊毁掉！坏人，坏人！苗中被人毁掉，毁掉，我要毁掉！杨姑娘，你明明知影苗通是一个大歹人，搁甲天宝抓起来，你来替伊讲情啦？不是，我唔是替伊讲情，我是为着天宝，我是为着天宝。无唔对，天宝就伫模拟龙珠内面。恁若是甲模拟龙珠毁掉，天宝就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嘿，你掠囡仔做认真，你实在卑鄙！应该讲我苗通非常的聪明才对。我若无安尼做，我早就去见阎罗王。你到底即马是要安怎？姓林的，咱来谈一下交易。你讲。你去找三王子，说服三王子和我苗通去泰山祭天。然后伫祭天的这段时间，你就要安分守己，绝对袂当对我苗通安怎。等祭天大典结束了后，天宝就现互你，
安怎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也毋过你要保证天宝平安无事，倒转去李国峰的身躯边。已经寄出驷马难追。前李顺风，你先送玉凤姑娘倒转去。苗通，我希望你讲会到做会到。师傅，地主还阁有代志要处理，地主先告退。有咧，你是毋是有代志隐瞒为师？听你喘气的声音，为师就知影你绝对有代志隐瞒为师。好，师傅是安尼啦。你拄啊甲林怀德伫咧外口斗法的时阵，好惨有千里顺风来甲我偷袭，我毋才混咧遮。小婆，主。小婆。这摆哦，虽然无甲天宝叫出来，也毋过至少我甲小婆偷客出来啦。恁两个敢有想过，天宝即马搁伫苗通的手头，假使苗通若发现讲小婆无去，那安尼天宝是要安怎？藏伫遮尔隐蔽的所在，苗通等相信你找得到。阮哪有可能遐戆啦，娘娘，无可能叫苗东这样甲偷伫小婆。而且哦，我讲放一本假小婆倒转去，小婆顶面做骹手，是甲因来看见，哈，气讲去啊！娘娘，这小婆看几啊遍啊，拢一寡人命，吼，看到头拢戆去啊！做官咱嘛是消贪的，人伫咧讲做官清廉食饭的骄阳，伊若无加点贪一寡吼，是变啊饲某饲囝，即摆有咱长定吼，这叫消贪软鸡人。这贪污的案件牵涉遮尔大，这小铺内底嘛记录遮侪人命，但是这根本毋是咱对杀的重点。所以讲，若要掠着掠大尾，若掠着毛头，遐小鬼啊就全部装出来。娘娘，这个大毛头，敢会是李公主啊？无毋对。哦，一声互人长定吼。娘娘，刷了变怎？刷落去，咱就要一步一步来。虽然讲我存无一个月性命，也毋过伫这段日子，我是毋是应该做淡薄仔代志啊？文莲姑娘，假使我用甲你同款，琴技师的同拢会遐，你毋知偌好咧？那安尼哦，我就用将家己的模样画落来，互三公主永远拢袂将我放袂记啊！莫讲画图啦，我连字都写袂好啊，真正有够无路用。
使讲我若用法术，伫手机仔顶头插一堆鸳鸯，那那三公主永远都袂将我放袂记啊！영주，若是三王子一直唔肯和苗通亲临陪同这天，那你要安怎？咱总袂用和苗通亲临一直掌握着咱的弱点。敬酒唔只要食目酒，我要甲抬掉真简单的代志。本来无想要甲代志闹大，也不过事到如今，莫怪我无客气。南明，小卡仔，准备一包毒药给我。是。영주，你的意思是要毒死三王子？我阁给一摆机会，若是阁唔肯答应，我就只好甲抬掉。三弟，要有所作为，一定要有所牺牲。你莫怪我心向手软。那个这鸳鸯哦，送互三公主，那安尼永远都袂将我放袂记啊！是讲哦，车个这么水，三公主是不是会起怀疑啊？应该袂啦，非得伊也唔知我会发术啦。这，就是你无要顺从我的后果。阮呢？找我有啥物代志？看你笑啊，遮尔欢喜，一定有啥物代志要来甲我讲，对无？你看，哇，这水的呢？这是我亲手绣的哦。你绣的？怀疑哦，这是我透眉用心绣的呢。我毋是怀疑啦，我是想袂到吼，你手艺遮尔好，绣得真水的。送互你。送互我？唔知影讲我送你的物件，你是不是永远藏伫你的身躯边啊？当然啦，你绣的物件哦，我会好好珍惜，逐工扎伫身躯边，看到这，就亲像看到你同款。无代志，我要先转去啊。文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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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安怎？文内。小姐今晚安怎？大夫已经来看过啊，讲小姐身体并无白痛，只是可能昨困眠无够，所以才会昏倒。请三公主唔免烦恼。可惜嘛，佫困不彻。
我能够你无烦恼。大夫已经开过药啊，咱小姐精神起来，食过药啊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来，卢比就先告退。KB 三公主，妈祖苗民公主求见。三王子，林公主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三王子斗相共。凭我对你的信任，啥物代志做你讲。我想要求三王子请庙通去祭天大殿做祭司。你要我带庙通去祭天？林公主，你嘛知影庙通是啥物款的人？我若带伊去祭天，发生啥物代志，这个责任无人担会起。我知影这件代志的严重性。既然你知影，是安怎爱我做这个决定？为着救人，救什么人？救天宝。天宝安怎？天宝去庙通掠去。竟然敢安尼做！我即马就去查封救援宫，该掠倒来治罪。三王子，你袂用去的。是安怎？因为天宝叫庙通用法术禁伫魔力量珠内底。假使讲咱若是轻举妄动，万一庙通若是毁掉量珠，那咧天宝就有性命危险。有啥物方法会当破解魔力量珠？有。伫祭天的时阵，庙通会利用量珠吸收日月精华，迄个时阵会增强伊的功力。但是伊咧做法的时阵，会先拍开量珠，这就是咱救天宝上好的时机。所以你才我带庙通去祭天。是。这是一步险棋。假使天宝若无救回来，互庙通得到更高强的法力，安尼颠倒是更危害天下苍生。三王子的顾虑我会当理解，也毋过即马干那这个机会当救天宝。三王子你无一定爱答应，也毋过我希望你会当好好啊讲。玉皇过义庄，指控二皇子贪赃枉法，想袂到听庭口经的少仆，竟然变成无理天书。二皇子逍遥法外，玉皇煞将关入天牢。妈祖娘娘为何不动声色看这一切发生？伊到底有啥物不为人知的苦衷呢？更加意外的是，妈祖娘娘竟然爱玉皇联合二皇子，诬告三皇子是幕后主使者。妈祖娘娘为何会做出如此违背天理的决定呢？妈祖启示录，路是人的心行出来的。千里之遥的路，必须爱为头一步开始。成人的境界，嘛是由凡夫起步。心肝遐凄凉，夜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，青春看无通，歌声咧酒里暗，伴阮舞步。遥望岁月流转，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风光，红颜像花丛甜心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红颜像孤芳，寂寞听孤单
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风讲，往暗想花丛天深伴，露水重，花香自。